风啊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老去跳起，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，上帝的几行茶最暖满意，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迄十年风色高涨海的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 用下短短枪弹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同样的路，一群小学生闲闲听书，摕奖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笔银色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春天不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。 用最自然的方式。方宇，其实今天看到的，我其实，方宇，其实今天看到的不是像你看到的那样，我其实，我其实。 就用你最厉害的这个方式，好不好？自然一点，自然一点，懂吗？好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。好，我懂了。方宇小姐，请你马上立刻出来投降。根据刑法第304条，你已经犯了强制罪。 我现在将你逮捕归案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不，你无权保持沉默。你给我过来！这你过条了，你应该讲浪漫的话，你求我。我加油，加油！对，强制罪，我就是那个受害人，方宇。自从认识你之后。 我每天都想着你，希望看到你。我看到你开心，我就很开心；我看到你难过，我比谁都还要心痛。我们上一次吵架，我整个人变得失魂落魄，我迷失了方向，我连在家里上厕所都会迷路。好感人！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说，我一定马上答应。 我要把它写到我的情书大全里面。记不起来可以问我。方宇，往后的日子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是我的黑暗之光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当爱来临的时候，是多么的甜蜜蜜。方宇。 请你嫁给我，请你嫁给我，请你嫁给我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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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方宇，嫁给我吧。小乐。 伊甲我讲的，像迄外条恐吓恐过天样呢。叫你提了做嘛该？我还忙准备好啊。你知道我加饭记吗？一下你有问爱呢？你平常时唔就等于去甲伊上班咩？哎呦，
我想谈看那伢一间呐。姐，唔论我当然希望做得甲本记啊，由于我就做得去甲水当民众嘞。我有想啦。姐，我讲实话啦，你对我幸福哦。虽然我13年所以当民众总故事啦，不过你老爹你对我幸福哦。巧乐，姐。谁说你可以起来的？你突然求婚，我实在不知道要不要相信，因为你最近的行为太奇怪啦，常常临时取消约会。因为我最近拼命在看房子，上次临时取消约会，就是因为银行打电话来说要去对保。对保？对什么保啊？因为我买了房子，也付了头期款。不过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有点冲动，还需要一笔装潢费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努力赚钱的。哦，感通啦！我老人就讲啊，当一个男人哦，买到嘞，就代表你准备好嘞，会走进爱情的坟墓喽。原来你买了房子哦，难怪你账户的钱都快领光了。方宇，对不起，要买房子都没有跟你商量，我只是想要给你个惊喜。可是我还是觉得怪怪的啊，为什么最近你手机很常收不到讯号啊？那是因为我手机前阵子摔到了，所以常常收不到讯号。我在这里向爸公发誓，我绝对不会故意不接你电话。那昨天我们见面，为什么你身上有香水味？那是因为我刚好去婚纱店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喷香水，不小心喷到我的。不信你可以去问店家。无非啦，姐，你就答应去啦。阿田讲过哦，应该迄真金嘅，你就心底啦。方宇，我新买的房子需要一个女主人，而且我钥匙都帮你打好了。方宇，请你嫁给我。方雅仔，迄个小拜托他小心，听到没有？唔免死皮哦，太假，注意几哦。我踩踩踏踏，好啦。结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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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恭喜呀！姐夫，恭喜！姐夫，有你的。阿田嘛，哎，来来来，来呀！天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安姐，对，我们菜单写的差不多了，那再麻烦你准备一下。哦，当然好啊。你要等我哦，没问题啦。哎，我再帮你多加2个菜。
谢谢安姐。不客气。哎，那日子定什么时候啊？哦，定的有点赶哎，我们定在下个月的15号。下个月15号。嗯。哎，按惯定都结婚，系咪有的啊？唔咩啦，阿强刚买屋嘅，想说趁交屋完搬进去冲冲喜气。哦，安阳哦，嗯你很不错呢，这么年轻，什么事都打算好了，还好还好。真是替你们高兴。哎，抽呀哈。好。长到一道上，做得不爱就做伴娘么？哎呀，俺能想呢。哎，可能用啥？是想做给礼服的事，按好讲。没啦，给小乐、慧玉、瑞英又好会做伴娘哎，你用啥？做花筒做啊？哦，俺会做花筒啦，你要安台花筒啊？系啊，俺嘛想做个正正的伴娘礼服啊。臭啊臭啊！帮一姐，我看俺两个好哦。哎呀，加两个啦！姐夫，怎么了？在家我们2个人当伴娘啊。穿礼服。哦，你们想穿礼服啊？好啊，我跟礼服公司说一下就好了，没问题的。哎，宽天抢秒啊！啊没有哎，按多。你迄洗头家啦，抢下啦。好啦。我爱去骂啥喏？等下，哎，要看准啊嘛！然后讲哦，你先看一遍，等下海呢，我再个同看一遍。等下用啥都看得嘞，我再老公那总做的强。按麻烦。哎，你迄洗头家呢？你强就说的呀，那是按麻烦。好啦，用啥木吵的啦？我乖吼，就管阿爸啦。哦，点的只有一个后生，买个嘛过年。哦，民俗的事情做下非不爱，呀民俗的生理要按查。哦，也想就也烦。你迄头家呢？无像个当日流汗，蛮爱变做啦。哎，你啷会比起来吼？做头家较好呢。哦，拜托，你有啥点念买东西呢？疲劳呐，佮摸去一个按摩啊，有爱呢。来问你，来 Jessica， 有爱同天数啊哈？哎呀，民俗跟雅节哦，听说会越来越好，会越赚钱，越赚。哎呦，哪有可能规生人都抬得比？你单讲签1年的约天呢？错啊，你这样抢1年呢？该我爱规生人都啲啊哦，咩唔係講好辦法吧？哎，呀好，你快下班了哦，有人還動到些忙昨天呢。哎，什麼到時間咯？又乜個愛連乜個加班費啦，哪點個單叫嚟搶錢？我苦哦。搶命啦，係去無限呀。哦，我喺人去做洗出講嘛，做嘛按樣去。我老講啊，迄個等來做嘅時間，你就抵死。做嘛？做，哎呀，我剛剛講嘅把你送去唐鎮啊冇啊？你聽我講嘛？我沒有這位表師妹。表師，哎，莫講笑咧好冇？人家是小本經營呢，要讓你加薪，那有可能哦。我係講啊吼，就像阿鳳儀啊，還有阿甜啊。鳳儀甲阿甜啊，乜個？記得咩亞博嘅安尼咩？安尼。嘅嗰家伊博嘅有安尼咩？有誒。結婚啊！結婚？
痛嘞！杰西卡，哦，师梦拢会提醒，跟风雨老阿甜要结婚的事情。啊，结婚就包礼，哇，像那个包礼啊，事情太条哎，那就好好想想啊，是一回事。我要黑死啊！阿元叔，我要一杯美式咖啡。自己拿了，今天这么客气哦。一样要塞钱哦。啊，哎呀，叔啊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今尾啊，闺女来这边，然后恭喜。这风雨啦，甜的真紧的哦。要结婚了也不先找我商量一下。你是在烦恼聘金还没谈吧？我才不是嘞！我在乎的是啊，我的女儿的幸福。条件当然先谈好来呀。你还得定义的嘛？阿元叔，那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帮他们办婚礼啊？哎呦，是年轻人呗，随便他们啦，随便他，爱怎样就怎样啊。来，我要是当初没有当护士的话，说不定啊，我现在是一个婚礼规划师哎。真的吗？我有5次跟朋友筹办婚礼的经验哦，而且每次主题都很特别哦。对。我有办过那种潜水婚礼哦，高空跳伞，摩登原始人，魔兽世界，哇！还有啊，迪士尼卡通人物，每一次都很特别，听起来都好好玩哦。阿元叔就交给淑慧办啦。哎呦，结婚弄那么多噱头干嘛？重点是啊，一桌多少钱？太贵我不要。哎呦，交给我就对了啦，保证你1分钱1分货，而且每道菜色哦，我都先帮你试吃哦，连菜名哦都帮你弄得不一样。喜宴的菜名不是都差不多吗？不一样，我设计的翻云覆雨汤，夹缝中的浴火凤凰哦，当时哦都大受好评哎。什么是翻云覆雨汤啊？就是鸡汤熬鱼翅云吞。那夹缝中浴火凤凰哎，烤鸭夹饼。哦，好有创意的名字哦！那当然，我跟你说啊，还有很多的例子哦。只要是我筹备的婚礼哦，都大获好评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什么主题我们都配合你。嘿呀，包在我身上。哎呦，这结婚弄那么多花样干什么呢？省点呐！那结婚啊，只是一个晚上的回忆，重要的是啊，一辈子的幸福，知不知道？嘿呀！哎，说到这个，我感同身受，感慨万千，百感交集呀。我帮忙筹备婚礼的那5对新人之中，其中有2对外遇离婚，有1对吵架分居，另外1对老公包2奶。那还有1对，总还可以吧？那更惨，没离婚，天天家暴。所以这一次我要血池，我要把阿天跟方瑜的婚礼搞好，让他们可以幸福久久，美满久久。你们干嘛离我这么远呢？我觉得啊，那个婚礼还是让阿天跟方瑜他们自己做决定就好了啊！凡是经过你手哦，下场都不好啦。绝对不能让你带罪阿天跟方瑜。你们怎么这样啊？当着我的面前说我的不是，我都想好了，我都想好了，我们可以在后山果园举办个户外婚礼啊！可以现采水果吃到饱，然后再到溪里面反串，来个刺激冒险，搞成难忘的回忆。我看，不用了啊，不必麻烦了啊。不麻烦。来，坚持。坚持吧，坚持。
用的啦。无啦，你爸个落袋包风眼个，我就有机啊！你阮铺的唔是表奶去的，是毛。不会啦。好，你又讲写本鬼，来发到唔判下去。对了，爸晓上家是有较流票地位啦，但係要中央càng kiến khắc tới này, lắng nghe được chúc tha bá một xèo à. Xong tôi nhà chỉ có cái gì nào, trong coi thế chịu có nhiều用啊。爸好嘞啦，冇艰苦啦。阿姊请到家幸福，应该放迄张错啊。係啊，我放迄張錯。唔用俾阿爸，唔可以啲啊！沒想到日子搞得嚟，再過來做人呢。爸，你先講條嘅又要割解到，爸會痛啊！唔好教。爸尿的啦，当奇怪呢，家妹又会心痛，唔加又提个手。咩啊？我冇教，我落地嚟咪要痛啊！你到底係硬用的啦？哪有手叫啊？哦，冇叫。好啦，好睇啦，好。有咩唔拍地阿姊啊？我知啊，我唔拍地，行去，祝福佢好。爸。文斌啊，出来啦，出来！哎呀，做马街啦！哎，去阿甜的要结婚呢，你准备好送阿礼包去倒嘛？哎呦，乃无时间上夜啦！啊，乃是对象吼，佮两啥结婚的时间，小乐做伴娘，乃就做伴郎，乃就做的牵脚的树，行嘅凤梯炭，当然。噔，哇！你还好机会呢！两个树，不用看，莫看到俺的过梦了。哦，俺有去问过俺年岁啦，佢就老俺讲吼，佢两啥哦，行会嫁步的，才会结婚啦。哎呀，会做下个伴娘吼，排队哦，动多人哦。哎呀，都是啊，怎讲啦？哎呀，冇要紧啦，唔系你啊，有机会哦。唉。讲到个阿甜呐，佢平常时候你妹以后也一照顾人，你妹爱意思一下，我一定对上马街，不错呀，这蔡雄阳来了。吃快乐呀！这是中府一家很有名的百年饼店做的哦。好好喝啊！我懂汤了呢。还没懂汤了呢。是啊，我也。哈。我还吃得下。但是都差不多嘞。哇。那你们觉得哪一款比较好吃啊？那根不放啊。方宇，我觉得这个你刚拿给我吃的这个还蛮好吃的，可以进这一家。不
不要，我要订这一款。我同事也要订哦，一起订的话，每盒还可以再便宜20块。妈个呀，做你结天的啊！呀，花样不按多，好抢死哦！做工诶，系嘛？错啊，食品热量懂高呢，那还肥死哦。不多比较，怎么知道哪家比较好啊？对了，伯父，方宇说的对，一生一世的婚礼啊，那个方宇也是比较慎重一点，所以大家开心一点。如果真的不好吃，我们还可以再换啊。天，还是你了解我。来，做料呀啊！你现场留给他们。来，今天的饭。哪里运动了呀？再像阿伦这样之后。那我们2个可以一起窝沙发吗？上啊！其实我要回去了。那明天我们再一起去订喜饼。好啊，那我们明天再一起去。那我先走了。哦。那早点睡。好。我先走了。你们注意一点哦，虽然我没有穿警察制服，但是我一样可以告你们袭警。阿田，做什么啊？阿田啊，我们是不是兄弟啊？是啊，兄弟一场，我们要送你一份大礼。不用了，没关系。哎，先别急着说不要，听完了再说吗？我跟 Peter 决定要帮你办一个 The Last Single Party， 保证热闹、香艳、刺激。不用，我这个人平常不喜欢参加派对，而且那种吵闹的场合不适合我。哎，是兄弟才有这种福利呢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结婚之后你就没得玩了。对啊，可是我怕方宇会知道。拜托，这种事情只有我知、你知、他知，还有当当大公知。所以这种事情啊，就把它想成圣诞节要放圣诞树，错；过年要发红包，错；端午节要吃粽子，错。就像端午节要喝雄黄酒一样的自然。你不怕露出原形？哎呀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啦？就随性一点嘛，来嘛。那单身派对要干嘛？文炳，告诉他，先跟你讲一些不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会准备满坑满谷的美食跟美酒哦。那接下来就是重要的喽，我们会请钢管女郎。不要！你们家还要弄一支钢管，太麻烦了。哦，你真的傻傻的，你就是钢管。结婚还装写存，不要闹了啦！不行，还是编舞是一定要的哦。还是你嫌一个不够，那就再加一个，再我又没有嫌。我懂了，他是说一个钢管舞女郎不够，还要有一群来帮他花酒拳啦，陪酒啦，喝酒啦。不要闹了啦！你们替我想嘛，我是个警察哎，这样子做不好看，而且我怕会吵到人。这位兄台，请问你是活在哪一个年代啊？你现在只要随便去一个汽车旅馆租个房间，你吵半天都没有人管你啦。等一下，文炳，
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我是民宿小开啊，来我家嘛，包整栋的啊。不要，我都要结婚了，还搞这种东西。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方瑜的个性。我跟你讲，你看现在就是妻管严嘛，结婚之后你不好好玩，还不趁着婚前好好的玩一玩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相信我，女生她不会懂的。而且我们又没有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只是呜一下而已，来嘛，这是我们的诚意，真心真意哦。哎，有没有把我们当兄弟啊？有没有把我们当朋友啊？把我们当哥们啊？有没有把我们当人啊？哎，你这样我很难接。接啊。好了。小心一点。哎呦，总还是按老实的，有较新的嘛。这个情况嘞没？哎，廖总，哥，同有创意呢，有卡通又很立体的呢，你怎么啦？贵什么？一种可以780元呢？冇，请过。哎呀，你啦，你仲好啦，汤健咩，手较传统啲诶，唔会成嘢你啦。伊还有饼的，伊还有贴的啦。我那呛你，出马个菜，总还做见过眼，我录死哦。有嘅喏，冇信息嘅嘛。马个做每年啊，马个完聘了，还准备马个结婚前几档要准备好啊。过来还有那个礼数一样行，总还做唔低啊。哦，那唔是加工妹，那唔低呢。那是受骗的。唉。跟我很放鱼，阿甜听说啊，做每上也爱开啊。用啥做做事啊？个小的有点重点，蛮有限啊。哈，当初不让我帮忙，现在知道不简单了哈。哎呀，我啊，你出本小会让你听书啊。他有经验呢。这做唔得，比听书啊，我熟。你按讲因哦。佢本大做遐，佢对呢，佢判过个死人啊，两对啊，离体咧，佢还一对啊吼，今日还冇听话，还一对啊，佢包二奶，嗰一对啊，有啦，有听话，同我都是当日想到必败，我敢必判啊。好啦，你讲你的问题啦，不关淑慧的事啊。就是啊，我办得这么认真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哎。我看你办过的每一对啊，都很疲劳。阿念。不能这样说啦，那个问题啊是他们自己个人要去检讨，不可以怪在帮忙的人头上。那样讲冇公平。佢本来就要贴黑板咩，卖我惊。哦，妈个死退很新的的，你太迷信了啦。啊，好了，给你帮忙好不好？哦，冇我点的。哎，你记得跟方宇、阿天讲一下，说啊有人帮你的忙，他们就放心了啦。敌啦！太好了啦，我又可以筹备婚礼了哎，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发挥我的专长。哎，艾叔，你有没有想要用什么主题呀？只要你不出差错啊，那就阿弥陀佛。啊，那特殊一点的主题好了，最好是很冷门，还没有人用过的那种。哎，淑慧，我看你也不用想那么多，我看来办一个，你知道有客家特色的婚礼。客家特色的婚礼，这个好哎，这个题目我还没用过哦。我看啊，你还是越简单越好哈，免得又搞砸了一对。哎呀，我爸爸一种追，这个妈要结婚呢，讲讲两句啊。本来就会啊。点点啦。就是啊，这个主题这么特别，我一定会办得热热闹闹。我相信你，加油！好。加油！加油！哎，你看呐，我相信你可以的啦。我可以，加油啊！先回去嘛。好，拜拜。客家特色，客家特色，Go！
嘿，你太近的间房有人听呢，慢电机啊？硬电机啦。唔电机的。甲伊个当初唔要写讲我甲团体预约咩？咁又无听说个东西喏。记得讲就唔是啦。就唔是说。我个铁路监拢来讲，唱有点怪怪的吼。无啦，上天多的啦。见，迄唔系有某个事情无人来讲啊？无啦，无事。无事。跟迄万年天的啊？我要要点呢起来。Look at my eyes， 万年天呢？爱听的啦。唔听呢？你听见无做嘛用？就讲个，我老家也听潘个单身派对，还会唱个钢管舞。What？ 钢管舞？你也没要得不大不起的东西，还没给我看呢？听错嘿！原本就係自家上我看，還很太假人叫我來看哈？你要做我唯利是圖、假公濟私嘅講法，幫我看到位啦！本餅，唔看啊！看佢平常時對阿老個安全情嘅用誒，結果誒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也了那麼牛個漂樣啊！我媽個單身拋案後堂哦，結果咩個就不得不起，冇鬼冇幾個東西啊！好大了啦！難道我們冇個不得不起的事情啦？唔會，唔好當我係我嘅暗號片哦，我還冇了解咩，糖都糖多了。你也就說來呀，聽錯我就會會像個鋼管舞女啦，結果跳跳啊就跳到個中上去，跳跳啊就開始搖，一兩三，兩兩三，全部跳上去。結果男嘅人係講下冇聽力，就天天叫我上天。這方面的想到就知道 horrible， I'm taking you。你在想嘛？哦，咁多閒做得咁搞，記佢記起來啊！記起來，不准拍！還什麼記？要你！哎呦，大人啊！哎呦，老家都講我咧，講唔拍，我用乜交代啦？用嘅交代，老公不准拍就不准拍呐！我拍走得啦，來拍。啊？唔拍？唔拍，你就冇乜出事啊！我就不拍。好啦，唔拍，唔拍，啊！乖，對眼放成先啦。好啊。用開上，試過咧，試過咧。串用哦，佢彩色啦，串用講天咯，嗬。誒，靚明嘅，溫度一好糖咧，傳咗好彩頭咧。總算一行給天嘞。那現在哈可以來決定婚禮的主題了吧？好，那我來提案，我覺得哈要有客家特色，所以要加入一些客家的元素。這個主題不錯哎。哦，用給條個嘛個花布紙傘係啊。錯，大錯特錯，這樣很沒有創意耶！哎，來啦，你老人家坐這邊，好，來坐。哎，那要怎樣才有創意啊？就是呀，所有的裝扮都要用可愛的女工耶。客家女工哎，要用哈就要用在世界最有影響力、最受女生喜歡的 Hello Kitty。Hello Kitty，那不
错，就是风靡全球万千少女的 Hello Kitty。你们想想看哦，在蛋糕的最上面哦，一定要有一只 Hello Kitty。现场工作人员也有 Hello Kitty 的工作证哦。然后啊，你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张 Hello Kitty 的工作证。哎呦，就连现场的气球都是 Hello Kitty 造型哦，就连酒杯上都有 Hello Kitty 的图案。连要送给客人的小礼物啊，都是 Hello Kitty 造型糖果，到处充满着粉红色哦，多么的浪漫呐！是很浪漫呐，可是那个看久了眼睛会不会酸啊？会发发的呢。我还没讲完，不要插嘴啊！迎娶的车队一路上都要放圣歌，放圣歌？对啊，就是那种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嘞，放圣歌哪有特色咩？我的想法没这么简单啦。新娘车要用雪橇车，雪橇。这里不会下雪呢。对啊，没有下雪啊。哎呦，这种技术性的问题我们晚一点再来讨论。重点是，我已经跟我朋友借了6只雪橇犬哦。啊！哇，雪橇犬呢？是哈士奇吗？对，就是哈士奇。好有特色哦，真是太有特色。是很有特色啊，可是哪里有客家特色？有啊，一直都有哎。看某啊。还没看某嘞。对啊。你们看哦，哈士奇 ，Hello Kitty， 圣歌唱哈利路亚的哈哈哈哈哈，一路哈到现在，哪里不够哈嘎？哎呦，哎，你那个甜点最好可以改成哈根达斯冰淇淋，那更好哦。你看，从头哈到尾，哈到最高点，哎呦，这种想法是不是很棒 ？Good 到哪里去？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。Good。对啊，那原用讲。嘿，那小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姐，你去嘎熊啦。啊，那方瑜怎么样啊？我从小就很怕狗哎。哦，好，那没关系啦，雪橇犬拿掉，少一样没关系的。阿天对 Hello Kitty 过敏啊。Hello Kitty 过敏？为什么啊？好像是什么先天性缺乏蛋白质后遗症。好啦，那放圣歌总可以了吧？我跟阿天都不是基督徒，放圣歌怪怪的吧？哦，所以你们是佛教，那放大悲咒啊，第三太子好像比较热闹哦。哎，好啦，音乐的事以后再讲，来不及呀。好啦，你们放心啦，我一定回去想一个更猛的。我一定要把这场婚礼办得独一独二，前无古人后来者。哎呦，只要我们大家手牵手，来，手牵手啦，快点，手牵手啊！只要我们大家手牵手，心连心，一起完成这个完美的婚礼，耶！对不对？我回去再更重新想一个提案。好，谢谢啊。那我先走了啦，我回去认真想哈，拜拜。拜拜。独一独二嘞，哎，你淑慧不太差些嘛？你干嘛东西啊？没搞。唔会啊，下次都给想法以后呢。枪黑无做到充电听。我动讲起一面一插线。哈，我会知咧，给五对新人，总嘛该二加23的3。做件咩咧？我爱我爸爸啦！哎，讲紧嘛该发7个，我有家人少讲2句啦。唔大做咩啊？点啊！真紧张，穿上这件礼服哦，完全衬托出我高贵的气质。气质，爱走起来较有气质，好吗？有哪一般就好的啦。给时间了，你说抢尽风头。哎呦，迄一天的上讲又上到真好赢，跟真赢迄幕啦。你有分无啊？给婚礼做单身联谊会啊，跟用上新人的朋友哦，差不多做适合的年龄啊。
哎，就会趁这个时候把自己推销出去。错，推销出去还要半价促销，咱有起飞。嘛在半价促销啊？你睇看下冇嘅啊？我睇有。有。对有。哎，呀，都奇怪。好咧，我哪会啊？做阿姨哦，还自己搞啊？哦，做外母啊。较稳充实咧。按用哦，装有椅子，底嘛？底。小咪。一时嘞都无 lady 啦。好嘞，我唔亮啥，点以后哦，怕硬难。是小呀，都做唔得好好的事。小咪，嘿，有些上道会发福哦，3号要做么咯？做枪啊，给喷鸡狗的枪哟。冇法啊，就赌机啊。用的是按度含迄板报听啊，变的变哪去啊？啊，上到咧！上喊了吧？唔该，真球会变做鸡狗的吧？为什么是二记？西妹结婚的啊，球的就会变做按钮，呀，就会变做欧巴桑诶。唉。不喜欢你挑的那件婚纱嘛，露那么多，我会不自在啊。我们看了很久，也挑了很多，你到底喜欢哪一款嘛？你帮我选就好啦，问那么多干嘛？我不问你，你又说我不尊重你；问你，你又嫌东嫌西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反正就是你的问题嘛，你永远都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。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你挑的那件婚纱，露那么多，我会不自在。哎，我们看了很久，也挑了很多，所以你到底喜欢哪一款啊？你帮我选就好啦，问那么多干嘛啦？所以你们选好婚纱了？我们还在讨论。有没有照片啊？我可以提供一些意见哦。有。你看一下。哎呦，太保守了啦，应该再多露一点呢。你看吧。已经露很多嘞。哎呦，这是婚纱哎，一辈子才穿这么一次哎。以后哦，等到你人老珠黄，变成黄脸婆，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身材，才会觉得骄傲啊。这个跟婚礼无关啦。哎，我们的婚礼进行的怎么样啊？还顺利吗？没问题吧？哎，你们放心啦，有我亲自出马 ，OK 的。你有信心就好。不过，我还是要给你一些建议啦。应该再穿得更性感一点啊，不然你这个身材包紧紧，很浪费哎。你看吧，我就说。随便你们啦，我先走了。现在就这么焦虑哦？哎呦，阿天，你有得受喽。你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是说哦。这几天啊，你要多忍耐方宇一些啊。我会的，你放心。对了，淑慧，那个上次还是真的很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求婚了。哎呦，小事情啊，你找我帮忙就对啦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好，那婚礼的事情再麻烦你了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我都还没想到，怎么办啊？我结婚呢，很乱嘛个呀？行妹就该要听，讲嘛啦去参加最后单身成长派对啊！你看派对那些甜样米松有样过，都很荒唐。哦，走，我们去打倒一切罪恶。走。给两张烟冇来。干嘛？
不，200年冇来呀。带来两台高起，万有人错两三三三五三，来去天马。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三分一，总袂讲你一手打招呼。三分二，总袂讲你一手打招呼，对面嘅三分二。